係入貨入到冇飯開啊嘛？姜濤 Fan Club 倉，歡迎你哋嚟 interview 啊！咁開始之前，等我睇你哋啲申請資料先。呢個咪姜濤限量卡？哇！仲有初代公仔，哇！成身都係 Fan 級產品，一睇就知道你哋係真粉啦！既然係咁，我就請你哋啦！就係咁，小姜姜、小桃桃就成功入職，做咗姜糖倉務員啦！